Hello，大家好啊！我係譚朗蔚 Steven 啊，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賽馬氛圍節目嚇。今日同大家睇咧係2月25號禮拜三啊，初九啊，谷草啊9場嘅賽事嚇。睇貼士之前咧，我哋先睇兩則馬圈嘅消息先啊。第一則咧就係關於咧莫雷拉女神重臨香港啦嚇。咁馬會發牌噃嚟4月7號開始咧，就讓佢喺度客串成為咧方家拍馬房嘅主帥一直策騎去到今季嘅季尾嘅嚇。咁一來啦，大家知道佢咁耐以嚟潘一哥都可以話喺香港馬壇獨大咁滯啦嚇。咁希望而家莫雷拉又重臨嘅時候咧，引入多少競爭性啦同時都起碼讓潘頓啲馬冇咁熱好分啲啦，係咪啊？好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睇到咧under 馬方家拍馬房好多馬主都表示歡迎噃咁希望啦莫雷拉嚟到咧可以策騎多啲好馬俾我哋馬迷一眾觀賞啦，好唔好？咁另外一則消息咧就關於咧世一騎師麥道朗又嚟香港客串啦就係3月1號就策騎喺 G1 2000米呢個香港金杯嗰度策騎浪漫勇士浪勇過往呢匹馬咧喺佢胯下咧一直都係贏馬，咁佢再一次重臨咧預祝佢喺香港金杯啦又再揚威啦，好嘛？好啦，事不宜遲啦今次咧又同大家睇睇咧我哋喜歡嘅騎師或者馬房先嗱，今次咧我係特別喜歡咧就係周俊樂呢位騎師嘅你留意翻佢喺第2場維港激流啦5場嘅缺一劍啦6場嘅翠兒威威啦同埋7場嘅立白村呢度4匹馬咧都係有贏過同程嘅而係周俊樂咧就住維港激流翠兒威威同埋立白村咧都係有人馬嘅勝績咁所以咧呢3匹馬咧喺呢一個賽夜咧係絕對需要多加留意嘅咁當然啦周俊樂同埋無畏蝶馬房喺今季以嚟嗰個合作交功課相當之多咁所以翠兒威威同埋立白村咧你亦都可以關注埋呢對騎練嘅組合噃同過往一樣啦，都係俾即係2場嘅單 T 嘅選項俾大家去挑選今次俾第1同埋第2場賽事第1場係5班谷草1200啦咁我嘅選馬咧係11號嘅東方魅影、9號嘅幸運傳承同埋咧4號嘅城中勇士。我哋睇睇呢棚馬整體，如果要強騎師、強練馬師嘅配搭咧喺呢棚馬咧，嚴格嚟講唔算有嘅，所以咧我哋可以多啲咧去留意咧馬匹嘅勝績喺同程咁頭先講過啦，我譬如先揀11號啦東方魅影啦、潘頓同埋希斯嘅配搭跑過10檔嘅呢匹馬喺上季啦5月嘅時候709夜馬場次咁配搭。湯普森屬於相當嘅弱配啦上個名跑第3嘅近嚟呢匹馬咧都係一直跑谷草1000同埋1200咁樣，就1000係麻麻啦1200嘅話咧其實都一直 keep 住譬如1月14號嘅時候345夜馬場次跑第4嘅，咁所以咧1200我認為會比較適合佢多少少今次咧強配到潘頓啦咁我相信咧座位啦忙 win 啦，好啦咁然之後咧就睇到頭先所講咧就係9號幸運傳承就係黃志宏同埋方嘉柏啦，司徒嘅配搭呢對司徒配咧今季已經交出咗15個 win、6個 R 同埋5個季絕對可靠今次跑過1檔添1200米短途黃志宏親自喺2月6號試習嘅時候跑第3啦，
咁而係呢匹馬喺12月10號夜馬246場次就配搭莫雷拉嗰次咧，莫雷拉翻嚟咧就真係公價嘅盡顯現啦咁結果咧就 win 咗，贏咗同喜同喜咧喺後來再出亦都再上名，咁所以嗰場馬咧呢匹幸運傳承相當值得關注。今次咧當然配搭黃志宏就唔夠莫雷拉嚟嘅，不過咧正正因為方嘉柏就中意用徒弟咁徒弟亦都交咗咁多交收啦咁所以咧我都相信今次交俾有輕磅嘅黃志宏咧都要包。4號嘅城中勇士係紀仁安同埋黎跳星啦紀仁安係我今季相當喜歡頭3號騎師啦繼潘頓同布文之後咧佢都相當可靠噶啦。嗱，馬匹喺2月12號試集咧就贏嘅，由頭帶到尾。咁同程績咧就冇 win 過不過就有 pace 最近嗰次 pace 咧就數翻喺上季都中後期啦。6月25號778夜馬場次咁配搭潘頓就5班同程跑第3。咁之前咧佢曾經亦都喺4班嗰度上名嘅。舉個例3月12號499場次配搭田泰安4班同程一樣跑第3嘅，咁所以呢匹馬咧似乎咧唔止5班咁多材料嘅咁喺5班裏頭應該好發揮。重複一次嚟，一場5班谷草1200米我嘅選馬咧係11號嘅東方魅影9號嘅幸運傳承同埋4號嘅城中勇士提大家博5號嘅輕鬆大笑咧。係喺24年喺4月嘅時候咧就已經驗出左後腿咧不良於行，後來咧就一直真係乜嘢途程咧都冇上過名嘅，咁所以咧就相當要值得大家小心啲好啦，咁去到2場賽事啦噃，2場賽事係個4班谷草1200米嘅咁我嘅選馬咧就會係8號嘅比特星啦。1號嘅維港激流，頭先 highlight 過就係周俊樂嘅馬啦，同埋咧6號嘅上船好啦，咁睇睇呢棚馬咧，又有冇強騎師、強練馬師咧？咁就有6號同埋8號嘅咁就先講咗8號先啦兩匹我都要嘅8號就比特星潘頓同埋賀賢嘅配搭咁呢匹馬咧喺25年啦上季中嘅時候咧5月711場次就配搭黃志宏就贏咗嘅。咁而近呢一季咧近仗咧就頻頻上名啦包括上2仗啦1月14號347場次，2月11號428場次，2次都係配搭潘頓嘅，2次都係跑第2。頭一次咧輸俾幸運星球，第2次咧即係上仗啦，輸俾多多好馬。咁2次潘頓都做下二，咁繼續原配，我相信決心就好強要為爭勝啦不能夠再做二奶啦，係咪好啦，然之後咧就6號啦，上船啦，係一匹初出馬嚟嘅。過往我都同大家交代過，初出馬因為都冇乜賽績可言咁所以首先雜績要上名啦。第二咧，我會特別相信當策騎師親自去試閘咧，我會信多啲嘅。咁呢匹馬咧就何澤堯、呂健威嘅配搭咁呢對金槍嘅騎練咧，今季都交出9 win 5亞10季喎，又係另一對咧相當合拍嘅騎練嚟㗎啦噃。何澤堯親自試過閘，就喺1月10號嘅時候咧試閘跑第3。至於呂健威馬房咧初出馬嘅紀錄咧就有5個 win 3個亞2個季咁所以呢匹上船咧都絕對應該要翻嘅。仲有1號啦頭牌馬維港激流周俊樂同埋伍鵬志嘅配搭馬匹咧就勝在咧喺上仗新勝2月4號406場次咁就配搭周俊樂入直路嘅時候咧都係跑啲中游位置第6嘅啫，後勁相當凌厲，鐵欄衝贏結果咁就73蚊頭馬今次咧就繼續維持沿用周俊樂啦咁至於伍鵬志馬房新勝打搭咧，相對數據就少啲嘅，就 win 1場仲有10場咧
就都唔得嘅嚇。咁所以咧唔敢講話做膽，雖然係新勝馬嚇，最主要係因為五棚至馬房都比較中游少少嚇，咁所以大家自己留意啦。重複一次2場4班谷草1200米測組第一組嚟㗎嚇。咁我嘅選馬就係8號嘅比特星啦，6號嘅上船同埋1號嘅維港激流啊。呢棚馬咧都有2匹馬，大家要小心喎就係3號嘅交學費啦11月嘅時候就被驗出咧氣管多血嘅。咁然之後5號嘅北地烈馬啦，亦都喺7月嘅時候咧就被驗出咧右前腿不良於行。2匹馬咧即係有少少傷患過後咧再跑咧都係甩晒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自己盡量避開啦，好嘛？好啦，咁就今日嘅 tips 啦，就俾到呢度為止啦。希望大家喺禮拜3晚谷草9場賽事咧贏多啲。我哋下期再見，拜拜。